阵大浸满8号失联，海巡署开进船仔去互中国扣起，目前伫咧厦门湾，船顶的人员拢总平安。国道1号五羊高架游览车断火，加载驾驶有警觉到。另外，台中龙井是有公车摔落山架，怀疑是驾驶人咧艰苦。石油起价当天机票的燃油附加费恐惊会超过6000。另外，中油宣布后礼拜一开始，汽油起1.7块，柴油起1.5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8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家先来看，这礼拜24对澎湖出港的大金湾8号无消无息。海巡署今仔日公布航迹图，发觉船即阵是伫咧中国的厦门湾漳州港，怀疑是因为非法卖油予中国的船仔，转去予中国扣起。陆委会是证实这船仔的位置，也确认船顶的人员拢总平安。去年5月，澎湖这时阵大金湾8号新船倾倒落水，25起是团说敢若失去联络。海巡署证实，大金湾8号即阵是停伫中国厦门湾漳州港。渔船作业进前拢加油加满，大金湾8号出港进前到马经加38000公升的柴油，却是敢若伫海上非法卖油予中国渔船，予中国海警界扣起来。船顶有3个台籍船员，也有4个印尼籍的渔工。海巡署回看这个航迹，也发现渔船出港了后，随甲这个 AIS 关起来，一直到25伫澎湖西北海峡海峡中线以西13海里，才甲 AIS 开开，并且继续开对中国厦门去。政府也提示讲，阮渔民的辛劳加减啊补贴蛮鱼的用油，大陆这站啊，搁中东战争，伊嘛是欠油啊，搁即马海上的作业，恁大陆也无改好啊。最近国际油价大起，台湾因为补贴渔船油费的油价，加中国油价每公升继续差10外块，近期也爆发生渔民卖油来赚钱，也来伫海上非法来转盘油，已经违反石油管理法的行政法则，要刑事责任。在海上非法的贩卖油品的话呢，可能会触犯海洋污染防治法。另外，如果交易的地点是在国家安全法第6条第1项以及临海及临街区法所定的限制禁止海域的话，也有可能会有相关的刑责。2024年7月，大金湾88号违反中国休渔规规定，虹口4个外家才用释放。当时有港界船队的大金湾8号去接船回来，海巡署讲将也未接到报案，内陆船主甲家属拢回复讲无清楚状况，会继续提供必要协助。陆委会是讲，这只船确实伫对方有关部门的控制之下，人船拢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站以外，国道1号五羊高架桃园路段，中道是有游览车、火烧车，加在这驾驶是随警觉到，甲乘客赶紧叫落车，众人的伤势无介严重。另外，台中的龙井昨暝10点半，公车司机怀疑是向身体无爽快，这车全失去控制，并且摔落山架，2个人受伤。大火破碎乌烟伫冲天顶，车辆全面烧起来，警消紧急封锁2车道灌救。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向45公里桃园路段，礼拜中到12点外，一台为家人开往高雄的游览车引擎突然庆祝火，47岁少年驾驶及时发现停车，高雄公疏散车顶24名本国乘客。驾驶眼睛遭浓烟熏伤，2名乘客因下车跌倒，手部及脸部擦挫伤。经救护人员检伤皆无大碍，详细的起火原因仍待消防进一步鉴识。火势大约20分钟拍花，驾驶目睭和乌烟熏着伤。另外2名乘客落车无细里跌倒，吹着伤。检伤并无大概详细导火原因，也有待消防鉴识。台中是有公车落入边坡事故，27暗10点半左右，一台中路客运617路公车经过龙井区山田路6段时，突然失控冲过路边护栏，并落来公车深的边坡，前挡玻璃全碎，车厢内部也互手机烫过。都正常，都是正常在排班上班的，突发性的吧，因为他就是很突然就晕眩。代志发生迄当时，车顶只有54岁现有司机甲41岁乘客，2个人拢家己脱困，由救护车送医救治。中路客运强调，现有驾驶排班工时拢正常。警方调查指出，司机伫赛车过程突然身体无爽快头型，才造成弄得护栏失控。公车驾驶经酒测无饮酒情事，全案依事故处理程序调查处理，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
县府司机有头部刮伤，身体是有淡薄仔擦着伤，2个人拢无生命危险，经过治疗拢已经出院。公车业者强调会慰问关怀，警方讲司机酒测达是0，专案以事故处理定序调查处理，详细出代志的原因有待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东迄边的战争石油一直咧起价，亲像香港的国泰航空就宣布4月要起燃油附加费，飞长程的这费用恐惊是超过6000块。屏保协会就建议讲，有要出国的旅客3月底之前赶紧买票，才袂去贵着。也若是咱国内汽油、柴油的介绍，中油是宣布讲后礼拜一开始，汽油起1.7块，柴油起1.5块。中油是表示讲，若是照波动油价来看，是爱起超过10块的。中油是尽量吸收，减轻民众负担。不少人伫机场塞大包小包行李准备出国，也毋过受到中东战事影响，推升国际油价加悬。传出有几间航空公司要调悬燃油附加费，未来买机票恐惊会变贵啊！我们有钱就出啊，没有钱就不要出去啊，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很久出去一次，调涨应该差不了多少啦。其实一点点影响也还好，对啊，就是出去放松啊，也没什么，对啊，不会影响啦。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最新公布的油价数据，到今年3月20日礼拜，全球航空燃油平均价是每桶197块美金，比今年3月16日礼拜的每桶157.41美金增加约40块美金。最近已经有几间航空公司通知旅行社，有计划4月起调悬燃油附加费。屏保协会建议最近有出国规划旅客，把握3月底进前开票，以免增加旅费负担。东南亚短线飞航时间比较短的涨幅大概都在1-2千块。那如果是飞到欧美飞长的、飞得越远的，那涨幅就越高。对观光产业的影响，还包括说民众心理上的这个影响，不确定跟风险的影响，也会影响这个出游意愿。香港国泰航空顶日宣布，4月起调整燃油附加费，内定航班调整到美金50块，大约代票1600；长程航班是调整到200块美金，大约代票6400。另外，国内国际航空今时内底咧起价，会等4月初1中油公告航空燃油计价内定。那达到底限调整，航空公司会当以上新油价计算调整幅度，各向民航局备查7日了后，就会当生效。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要甲美国买火箭系统，头期款项月底到期，所以因为国防医生无过，无法度处理。国防部的署长黄文启这面对在野党甲政企艰苦熬甜。行政院长杜永泰今仔日就强调讲，国防未堪得等，希望在野党会当看清楚国际情势。副总统萧美琴也发声，希望军购案赶紧通过。针对美国的军购预算迟迟无法度通过，最近一笔买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等4项军购第期款项月底到期无法度兑现。国防部政规司司长黄文启指出，面对在野党这期艰苦后才引起讨论，行政院长杜永泰特别参加活动，唯一部区强调国防免等免拍者，希望在野党看清国际情势。站在国家一体，国防不能等，国防不能打折的大前提之下，国会议员在最后的时段，希望在野党的委员们看清国家的需求。副总统萧美琴特别参加民防活动，对黄文启将军为军购案流目屎代志表示，希望有关的军购案能得到立法院全部支持，赶紧通过，增强化咱的国防实力。全世界各国都在想尽办法要强化自己的国防实力那这一点我们更应该面对台湾当前遭遇的各式的挑战我们更应该要有积极的作为。对黄文启将军为军购案流目屎，国民党国防委员会调会立委马文君发文表示，迄一天完全无讲到要阻挡有法计署的对美军购，不过黄文启煞故意讲到法计署规矩这个讲法，伊无清楚用意是啥物，认为是毋是要将法计署告期的责任塞予在野党？记者打电话予马文君，伊无接手机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感谢权威李昌钰3月27日在美国厝内过身，食到87岁。李昌钰是捌做过美国50州，也有46个的法医专家，出庭作证超过1000届。那是协助调查美国911事件、肯尼迪总统暗杀案，也参与调查咱国内319枪案。伊是毋但调查重大案件，伊生也注心调查冷案，
望是会当为受害者找到真相。最有名的总统，我也调查过，我也看过克林顿总统的洋装，也看过我们总统的肚皮。讲话真趣味，国际感谢权威李昌钰博士，2007年得到台湾科技大学名誉科技法律博士学位，甲大学毕业生分享人生经验，讲几十年来的工作艰苦。今年11月，伊当台湾成立目前科学教育基金会，要来进一步检视国内真久无破的各种悬案甲领案，包含老朋友血案甲裴婉如命案。侦破冷案、侦破悬案，它价值意义是我们对被害人、对社会一个交代。所以冷案不是说有名的人的案件才叫冷案，任何的无辜的百姓被谋杀的，一样的是冷案。伊伫1938年出世伫江苏，对妈妈前来台湾，捌伫台北市警局工作。同年将做上少年的警长，后来去美国留学，捌做美国50州甲46个法医专家。伊调查过美国9起迄甘乃迪拄着暗杀的案件，也参加国内319总统枪击案。2019年高登台湾宣传万人向感谢故事，呼吁大家爱记哩战争的假事。我们能给他写出来，就是希望我们以后能学到，不必就是能够避免这些。我今天特别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跟支持。2013年竞选总统大会，新北市长侯友宜访问美国，各地纽泽西举行教献，李昌钰特别出席。想起李博士的聊天，侯友宜表达爱听。他带动在整个刑事鉴定的一些新的观念。他曾经说过，证据到哪里，案子就办到哪里。这么多年来，我非常感恩。不过李昌钰也把互人指控假造无杀人证据，互美国空州2个查甫人遭受数十年冤家。不过伊本人强调无动机甲理由假造证据。伊过新的消息由亲人甲驾驶超过50年的纽黑文大学来证实，伊27伫内华达州的厝内安详离开，伫地站病厅内底展现坚强、优雅甲韧性。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头一条捷运台北的木沙线，是在30年前3月2日正式通车营运的。这一路行来是要面临火烧车破链、系统上向撤走真侪困境，渐渐发展稳定。现主是这成本的压力、智慧新科技的应用，是台北捷运的新课题。庆祝台北捷运30岁生日，北捷第6代制号头一摆记光公布，全台第1条台北捷运木沙线正式通车营运。北捷形容头一条通车的木沙线是上艰难的之一，有火烧车甲崩链的负面事件。系统上马特拉因为合作证据无有经提离，规矩带来战机北捷渐渐建立起营运甲维修能力。即马有6条主线准点率99%以上，目前计票价电费起人事成本是新的科技。经营30年以来，因为票价没有调整了，所以我们本业的确是亏损的。透过其他的附属事业来补足，例如在车站的商店空间的增加，还有在广告的部分，我们从传统的广告走向数位的广告。要求财务稳健运量也是挑战。到第3月20全线运量突破260.6万人次，是20年3月单日运量历史新高。北捷透过行控中心人流智慧监控甲预警系统，整合大数据分析，预测会读的时段甲核心路段，启动应变机制，合则指出，随着人数增加，异常事件的监控是关键。AI 的导入的时候，可以让有一些视觉就是营运上面的一些观察的一些死角能够提早被发现，那提早做介入。学者讲，随旅客对捷运挖考度增加要求也会更较悬，爱靠相关智慧科技的继续投入，维持服务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分园冠庄福德宫29周年，今年是请101边戏来写神，摆场超过1公里，这回来看。布袋戏翁仔伫台顶动作真活现，101个戏牌排开排，真有气势。彰化县分园乡冠庄村福德宫庆祝成立29周年，举办酬神的公演，戏班拢提出真功夫，先拼先，要互土地公看甲真欢喜。我变讲。可以啊，大家有吃。
再做几回，做几回啊。在我们分类乡算现在也是兴起的一个活动。那我本人也参与了一棚的这个布袋戏啊。苗远甲现场车100坪布袋戏团，也佫有1坪歌戏团。这大的排场超过1公里，敢若行完就要1点钟的时间。这样地方宗教盛事对2022年开始举办，对上早66坪增加到今年的101坪。流行的戏棚是当年愈来愈多。做这戏是因为要提倡咱传统艺术一个文化活动，啊，佮提倡咱要互咱大家熟悉咱云林乡一个特色安尼啦。啊，今年佮重金礼聘邀请1坪迄个金光布袋戏，啊用迄个咱国乐来演奏安尼。苗远讲，福德正神一直保庇乡里，也好民众有这个虔诚的宗教信仰。除了用戏棚搭设神明，也准备3000个小寒灯，加5000份的平安餐发送，希望打造成做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因为地理位置有地动、风台真侪天灾，安怎应变是咱每一个人拢爱学的。时阵政府就甲民间同齐开发一套网络电动，互囡仔会当哪算哪学习。今日南投就有一场比赛，4月佫有国际杯总决赛。比赛开始，学生专心咧算网络的线顶电动，大家互相咧占地盘，内场咧专心比赛，外场嘛有人咧加油。那个前3名都是我同学，看这困有很难，但是可以去反复练习，让自己脑袋记起来，后就可以继续看你要补充速度或者是正确率。那这个活动是电脑这个竞赛佚佗的这个游戏的方式，来教囡仔吼安怎去学习这个环保甲防灾知识。这个电动是政府部门和民间基金会，啊个游戏公司共同开发的环保防灾勇士 PK 赛，甲环保和防灾知识透过网络的游戏，互囡仔算。搁一国县市办比赛，4月份搁有总决赛，目的是希望把知识变游戏，哪佚佗哪学习。你在玩这个啊，爸爸妈妈会赞成吗？会。啊，不会觉得说你就在玩？不会，因为可以学到东西。咱莫讲想讲电脑敢若是互囡仔去算，其实伊会当嘛是足好的工具，甲会当学习安尼。因为比如讲，阮查囝伊若学校的迄考卷写了，就会去哩拍节目，搁做各种的题目安尼，所以其实伫学习面顶嘛是足侪进步的。台湾极地动风台，所以有大水雨、搁土石流等等的天然灾害，搁加上人为的环境破坏，要安怎防灾应变是重要的议题。现场嘛有一寡消防和防灾的单位，互学生来体验使用消防防灾的物件，成做一个正港的环保防灾勇士。防灾教育，守护家园，赞！记者杨秀南投报道。就有关了起价塑胶包装也对得起，环境部就甲建国花市合作，提供免费的二手袋仔，互消费者来使用。部长潘启明就表示讲，在粪扫山当中，通常拢是塑胶的占上多，鼓励民众减少用塑胶，对源头开始减量。来西花市买货人袂少，建国花市是爱花草民众真爱去所在，毋过世间看到民众手会挂塑胶袋仔。这间卖盆栽头家是家己做环保，提供手干的纸袋仔，也佫有用过的素食店的纸袋仔，也挑工加纸箱啊，加做一片一片，住伫纸袋仔下面。准备这个会很麻烦吗？不会啊，纸袋它毕竟比较薄嘛，然后我就想说拿来这边剪一剪做支撑啊。减少用塑胶，更加爱护地球，这道理大家拢知。不过有当时出门的时阵，临时要买物件，拄好身躯边无带物件的袋仔。因为安尼，经由环境部的介绍，花市部集到真侪纸袋仔，也佫有环保袋仔，放伫边仔，互民众家己摕。我也没有想到说啊，我就是需要这个东西，所以我来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蛮方便的。下晡，环境部甲建国花市扩大宣传地地上团的政策。部长潘启明讲，视察国内30座粪扫山，发现无毒分解粪扫制品是上多，希望改变民众习惯，减少塑胶的制品。因最近南投民间这个焚化炉的争议，部长是不是也捌视察这南投粪扫山？潘启明也是呼吁地方应做好源头的减量。南投最需要的就是源头减量，因为南投的这个资源回收率大概只有到50出头%而已，台北市已经到了67% 了。所以如果说南投像台北市一样很努力的
来推随袋征收，或是用各种的方法，整个源头减量的话，它可以一天可以减少大概30-40吨。这是不是表示讲南投这要做好源头减量，就使免去焚化炉？批部长解释，焚化炉是粪扫处理的方式之一。那相关计划上中央审查，环境部严格审核伊对空气污染、农业、生态甲水质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8度到27度，中部地区19度到30度，南部地区20度到32度，东部地区19度到28度。外岛地区14度到26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